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師。今日我教大家學爬步頭，好好來運動，做得維持好嘅身材。故所我哋來學習團步頭。今日我哋要學第一個動作，麻花鏘用腳，1、2、3、4，分片上5、6、7、8，加雙數1、2、3、4，分片上5、6、7、8，張落一擺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看清楚哦，人家就會數係擺3次，1、2、3，第4擺的時候只有點腳，4，分片上5、6、7、8，改到哦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人家就數站起來的時候，該細細的胸口往前推，看清楚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一擺哦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，人家就會麻花一個動作，身體將有律動。再來一擺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換一個角度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有看清楚嗎？再往另一邊。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有聽到嗎？再來一擺哦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人家就在做麻花的時候咧，腳趾頭鏘用係放鬆呢，故所人家就1、2、3、4，腳趾頭鬆鬆的，1、2、3、4，再來一擺哦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第一個動作，鏘用人家就會撈拳呢，不過人家就要數往上撈一拳，總共撈4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一擺哦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人家就撈拳的時候，加上一點點身體往前撈，鼓手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人家就會腳鏘用係他4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上數老師身體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來一擺哦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人家就會腳踏出去的時候，剛好身體和手繞一個圓圈。鼓手身體和手唔是跳腳，因為人家腳踏出去的時候，張有身體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分片上鏘用做的轉一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張落一擺哦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分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不過人家就譬如講的時候，只需要繞一邊，人家就張練習一擺，從麻花開始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
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大家有好背嘛？再来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大家都来练习另一片的老拳呢。准备哦，同样从麻花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来一摆哦，另一片呢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大家都要从麻花加后面老拳的动作。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拳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都要做天麻花结束之后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的时候記得咯，腳嘅踏一上4，接下來做第把拳呢，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。把拳的時候，踏下去的那一只腳在原地轉，1、2，這個腳移動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記得咯，做唔得只有動眼。再來一擺哦，預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大家都會加快速度。預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。預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接下來大家就愛拼樂來試看呢。預備，準備哦。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。準備哦。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再來咯。準備。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調整呼吸，大家都要練習多擺一些嘞。準備咯，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再兩邊哦。準備，5、6，開始。最後一擺，準備咯。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。大家就要注意部分係，大家就握拳的轉拳的時候，大家就要望住胸用，前面兩隻要看前頭，看前頭。接下來，大家就要轉拳的時候再轉過來，5、6、7、8，再看一擺哦，望住要看前頭哦。預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一擺哦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來，大家就調整一下呼吸，休息一下。